今年以嚟，美股七巨頭開局真係唔太好啊！除咗 Meta， 其他6間巨頭嘅股價從年初到依家係集體下跌。不過，美東時間周一，劇情大反轉，七巨頭迎來普遍上漲。特別是特斯拉單日大漲11.93%，市值激增近950億美元，創下咗去年11月6號以嚟嘅最大漲幅。摩根士丹利分析師發報告話，七巨頭嘅股價前景正在改善，呢個好有可能會俾美股整體走勢帶來提振。過去2年，美股牛市好嚴重依賴呢啲科技巨頭股嘅引領，可今年七巨頭卻變成咗拖累美股走勢嘅吊車尾。摩根士丹利首席投資官邁克威爾遜等分析師表示，喺最近一次回調之後，七巨頭嘅強勢或許可以吸引投資者重返美國股市。佢哋話之前資本轉向國際市場，尤其是歐洲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美國股市嘅領軍集團七巨頭表現唔好，所以要是七巨頭恢復相對強勢，資金可能就會回流到美國，而且強勁嘅季節性數據、較低嘅利率同超買勢頭指標都支持佢哋對標普500指數從5500點開始反彈嘅預測。佢哋仲補充七巨頭嘅收益修正，睇起嚟可能正在築底，呢個都可能支持資金回流美國。大摩上週就話，美股受嘅最糟糕時期已經過去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美元匯率最近下跌咗，而美元貶值歷來對美國企業盈利有積極影響。過去一週，因為交易員預期美國利率將下降，美元匯率呈走低趨勢。本週一，美元指數交投於104點左右，較1月初109嘅峰值下跌咗約5%。華爾街分析師表示，大型科技股嘅業績修正似乎正在企穩，可能接近底部。根據美國銀行嘅數據，上週美國股市出現咗2025年以嚟最大嘅單週資金流入，投資者向美國股市淨注入咗341億美元。與此同時，喺經歷咗數週嘅售後，七巨頭集團嘅股價開始回升。不過，摩根士丹利首席投資官邁克威爾遜認為，上漲嘅窗口好窄，佢仲唔排除今年美股創下新低嘅可能性，覺得市場疲軟主要同基本面和技術面有關。但佢對標普500指數年底目標為6500點，即係話較週一收盤仲可以上漲近13%。呢美股嘅走勢真係令人捉摸唔透，後續到底會點樣發展，我哋就持續關注啦。